我哋今次會以曼克頓風格為設計主題，元素會比較簡潔利落，選色同材質會以木材飾面為主，顏色會比較深色同埋沉穩一啲。客人比較注重同家人之間嘅交流，所以我哋梳化背嘅牆身將佢改成做層板書櫃，除咗增加互動，亦可以令空間感穿透啲、開揚啲。Interior Design 加入以黑色為主嘅天花燈、吊燈同路軌，豐富空間嘅層次感。亦喺唔同嘅位置揀選唔同嘅藝術品，例如掛畫、雕塑等等，加入藝術元素。客房我哋會設定為小朋友房，房間顏色會以白色同淺粉色為主，為咗令小朋友可以多啲接觸陽光，上面會係 loft bed， 而下邊會係書台同埋收納櫃嘅做法。尾房會係主人房，設計方面又會點樣安排呢？喺主人房，我哋會延續翻曼克頓風格，家私會以深色嘅木紋為主調。喺床頭用咗幅黑白色嘅樹幹牆畫，呼應翻設計主題，又可以同室外有強烈對比。用美式現代嘅室內設計同陽光雙岸線嘅風景，做出有對比嘅平衡感。